近咧有同學仔咧就問，哇，就嚟8月15是中秋咯喎，都仲係形單隻影喎。問師傅有乜方法幫佢解決下咧？俾大家3大法門啦。第一，你要着多少少桃花之色，咩意思咧？好多時咧我哋翻工咧有啲制服咧，可能就好孤寡，黑白灰金銀，好 dry 嘅顏色。你可以喺咁 dry 嘅顏色裏邊咧，加少少粉紅色啊、粉紫色啊或者橙色，譬如你嘅手袋啊或者飾物咁咧，一定幫到你個姻緣運嘅。第二啦，屋企上咧，你可能譬如我一個人瞓嘅喎，咁啊一個枕頭咯，唔好，你起碼咧整多一個枕頭，兩個枕頭咁咧，要成雙成對啊嘛。第三啦，你可以喺你嘅枕頭隔離咧，床頭櫃嗰度咧，擺一少少催動桃花嘅物件啦，譬如易經牌之中嘅摘生函啦，或者有陣時有啲心形嘅粉紅晶嘅擺設咧，你都可以幫你助旺咗你個感情運㗎。加上如果你哋可能行過經過啦，可能去月老殿嗰度拜祭一下咧，一定幫到你。咁香港咧有2大月老殿啦，譬如黃大仙嘅月老廟啦，另外屯門嘅青山寺上邊咧有一尊咧2層樓咁高嘅月老像喎。如果行過經過咧，可以上去拜祭一番㗎。